大拄啊，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我是客家中会总干事，我叫做赖德清，赖德谦牧师。咱今日题目是为主的客家。大拄啊，咱的师哥已经甲圣经在读一摆啊，所以我就无搁读对，咱今日圣经在伫遐讲，无论是聪明的、愚妄的，我拢欠伊福音的债。所以保罗讲，咱着爱迫切传福音，亲像咱欠人的钱爱还钱共款，迄种的迫切。各位兄弟姊妹，咱欠人的钱，毋是困嘛袂平安呢，咱着爱还啦。所以保罗讲，咱着爱还钱啊，咱呢，就是因为咱欠福音的债，那亲像咱欠人的钱共款。因为保罗确信福音的开来，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性命。保罗传福音的态度有两项：第一，伊家己是罗马的人，所以对罗马特别心内有亏欠。各位兄弟姊妹，咱是台湾人啦，咱是台湾人，有时咱就讲咱要去真远的欧洲啊、非洲啊去传福音，毋过咱嘛袂记咱是台湾人，咱对台湾传福音爱特别有负担呢。第二，尽力尽本分。咱是尽咱的本分，今日圣经在讲，情愿尽我的力量。咱是尽咱的本分啦，尽上帝互咱的恩赐、咱能力来传福音，免做咱做袂到的代志。而马太福音，主耶稣有讲到一个譬如，讲主人互萝卜，一个互伊5000，一个互伊2000，一个互伊1000，互伊去拍拼。5000个佮趁5000啊，2000个佮趁2000啊，1000个甲伊迄土乌开，甲带伫涂骹。当主人转来时，就对迄个5000个、2000个讲：“你是良善佮忠心的萝卜。”甲迄个1000个主人互伊的恩典带伫涂骹，讲：“你是笨蛋的萝卜。”所以咱就照上帝互咱的恩典，咱就爱家发挥啊！咱伫遐无辜负主互咱的恩典。今仔是客家宣告的主日。客家是一个族群，经过战争、风土生存，甲其他的族群征战，离开家乡，迁徙找到一个安居乐业的所在，伫遐徛起，所以客家真做伊的名。客家伫台湾比客家人比河洛人也是原住民慢一点点来到台湾，所以就互人讲是人客。毋过各位兄弟姊妹，伫上帝家拢无人客啦。来到咱中间，甲咱三个敬拜上帝，拢是主人，是咱的兄弟姊妹，是上帝家的一份子。我相信咱的教会嘛，拍开咱的大门，欢迎所有的人甲咱三个敬拜上帝。伊是咱的上帝家咱上帝家的一份子。咱搁一摆来熟悉客家文化，有时咱会感觉讲客家甲我是足遥远的呢。我实在是毋捌客家是啥物货，所以我甲咱讲有啦，咱拢伫客家的文化内底呢，咱食客家的物件呢，客家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人以民以食为天啦吼，客家的菜呢，都是味足重的、足芳的，食一点仔菜就食足侪饭，会通做足侪工课啦吼。这是客家的一个特色。咱台湾人本来河洛人是无食即个下水啦，就是迄个肠仔啦、鸡肠、鸡肚。毋过客家人讲安尼单调足可惜，所以料理足好食。像做了上好食的就是来酸菜猪肚汤吼，姜丝炒大肠、客家小炒吼、客家客家菜脯卵啦吼，这苦瓜炒咸蛋啦，酷粿炒咸卵啦吼，客家板条啦吼，板条客家糍粑啦，糍粑就是麻糍啦。毋过咱讲吼，伊迄甲迄个台湾的迄花莲的麻糍有啥无共款？我甲恁讲，迄麻糍有迄个包鸭啦，咱这客家糍粑敢是包反挑粉，就是花生粉啦，内底无包鸭，毋过安尼嘛足好食的呢吼，足好食，恁会巴肚枵啊？对吼。客家咸汤圆哈，客家咸汤圆好，菜头饭啦吼，菜头饭就是菜头粿意思吼。竹笼饭恁较少看着，毋过这是客家吼，客家叫做客家菜包啊，客家菜包吼。好，我甲咱讲吼，客家的
半就是荷兰人的粿，大半就是做粿。啊，自米做皮，啊，炒即个菜头丝甲香料咧，甲炒咧吼，啊，甲包起来圆圆啊碰碰安尼吼。你啊，亲像迄个猪笼啊，猪吼，甲关伫猪笼啊，要掠去卖啦，掠去卖迄猪笼啊，啊，伊即个咱即个。竹笼饭的那像迄个形都像猪笼啊啦，所以叫做竹笼饭吼。啊，伊就是客家菜包，客家菜包，对吼。好，鹅油焖笋吼，鹅油焖笋，咱客家人哦，做爱。咱你去杨梅鹅庄了，专门咧煮鹅啦吼，咱去客庄参观，就一堆鹅甲你对哦吼，咕咕咕咕咕甲你对吼。啊，上后煮鹅就是客家庄吼，鹅油焖笋、韭菜、鹅肠，啊，咱客家妇人家足骨力的，甲迄肠啊吼料理甲足清气的吼，这是肠啊上后煮食的，上后煮的就是客家人。好。台湾的文化是台湾文化是客家、甲河洛、甲原住民合起来叫做台湾文化。台湾的精神，客家、河洛、甲原住民的精神合起来叫做台湾的精神。台湾的精神内底有客家的精神，客家的精神内底有硬頸、应尽精神、硬頸。这个硬頸就是坚持、坚定、奋斗、勇敢。我想咱台湾即摆拄着足侪困难啊。咱拄着遮济困难，毋过用咱的台湾的即种内底客家的精神，勇敢向前行啦！即种的精神，咱都爱甲伊继续传承落去，保持保护继续即种的精神来面对台湾的困难。我相信上帝要引出咱勇敢向前行。咱搁一摆来熟悉客家人是安怎？咱要甲客家人传好因的客家客家是安怎要甲客家人传了讲台湾就好啊嘛吼。好，第一，客家人需要上帝丰盛的生命。你有熟悉客家人呢？伊吼可能比你较有钱啊，毋过伊嘛是足欠的呢。伊就足欠，因为伊的血液内底 DNA 讲爱欠啦，吼爱欠，所以你明明遐有钱嘛是佫足欠的。因为客家人伫过去伫遐互荷兰人赶去较偏乡，即顿有通好食，后顿毋知有通好食无。所以迄个饥荒的阴影吼，客家人是非常的欠嘛。但是迄个欠诚做心内的爽享，但是相信上帝迄个属灵的丰盛，迄个属灵的把助，上帝恩典伫遐要改变咱迄种饥荒的阴影，咱的客家的乡亲需要上帝赏赐的丰盛的属灵的生命。第二，主要赏赐咱客家的乡亲平安，是非常爱平安，非常需要平安。所以客家人拜祖先，将祖先当作神明来拜。咱去客家的所在去客庄参观，足侪宗祠啊！迄宗祠写陈热串，就是咱规个庄头，咱规个里的共生祖先，咱拢来甲伊拜，甲伊当作神明来拜。毋望咱的祖先会来互咱得到平安，所以迄个心内的根底就是无平安。今日咱要将即个上帝的平安来分享互客家的乡亲啊！你的祖先就交互上帝，来伫遐准备真水的所在，互伊徛起。你免烦恼伊无通好食，无通好穿。你家己嘛要将家己得到上帝赏赐的平安。所以咱要分享客家的乡亲，真水的信仰所要对家乡中来透放出来。也要对迄个鬼神的捆绑中来透放出来，咱的乡亲要得到迄个真水上帝赏赐的平安。第三，生命传承的祝福。客家人非常重视囡仔的栽培，咱毋通看轻客家人哦，迄囡仔足够读书哦，吼。咱伫美容即个所在看到一个博士村，佫是一个永安路，佫伫遐讲得出足侪进士佫状元呐。伫花莲凤林即个客家的所在，有一个校长之乡，讲出112个校长啦，即个凤林啦，即个客家的所在，安尼囡仔栽培读册，为着要互因出人头地，伫遐改变家族的命运，所以客家的乡亲是非常重视囡仔的栽培，但是咱要将即个上帝的真水的祝福，要来分享给客家的乡亲。圣经内底讲，将囡仔带到我的面前来，我要祝福伊。这是主耶稣讲的哦。囡仔带来我的头前，我的面前，我要祝福伊。圣经内底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咱那个隔较相信讲，你的囡仔带到上帝面前，你认捌这个创造宇宙万物耶和华上帝，伊的智慧都开阔了，伊的眼光都看远了。生命传承要得到上帝的祝福，这是对客家乡亲来非常重要的代志啊！咱要将这个好消息来报互客家乡亲啦。那我觉得吼，咱台湾有这个，咱七星山，咱是7星中会嘛，咱是7星中会，咱。伫地图，咱的7星是上顶悬，咱的广大的桃竹苗有足多的客家乡亲啦。咱的南部有卢凯、台湾。我讲咱台湾的宣告，每一个族群拢同款要紧啦。咱亲像迄个拼图，拼图是真诶水，毋过一角都袂当欠啦，欠一角都无水啊啦。所以客家就是迄块真水要紧的迄块的拼图，也甲咱三甲拢。拼做伙，成做一个足水的拼图，咱的宣告是拢同款要紧。我用这个圣言再来表示客家甲原住民的关系。请你用你的衫巾来遮看我，因为你是我的至亲啊！请你用你的衫巾来遮看我，因为你是我的至亲。这是路德记，路德甲普阿斯讲的话。今仔日客家甲原住民，其实真侪所在拢住足近的啦。有一摆我去东部教会讲道，东部西分传，恁可能去说过吼。长老甲我讲，牧师，你敢知影？说伊是布农族的教会。伊讲，阮遮南投这个仁爱乡遮足侪客家人呢。哦，伊拢和阮住足近呢。阮遮也无客家的教会，阮家传福音哦。人因来阮的教会做礼拜呢。阮有一个客家小组780个人呢。780个人客家小组啦，住足近的呢吼，因为过去拢互好人管较偏乡，所以住足近的。各位兄弟姊妹，离台东、池上迄边，花莲嘛足侪客家甲原住民住足近的啦。咱屏东嘛是台湾遐甲咱的客家嘛住足近的，所以其实咱是至亲啦。毋过我甲咱讲，咱的中华民国政府啊，伫过去。足久以前，咱是对原住民无好，毋过10几年来，咱对原住民的语言甲文化维护，咱足用心，做了真好，我感觉非常好。毋过，我感觉伫客家的语言甲河洛的语言，咱会当搁较侪的努力。我感觉即个部分咱做了无够。我佮讲伫宣告的部分，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原住民足久以前咱做了无够，毋过伫10几年来，咱伫原住民的宣告，咱协助真济，我感觉非常的好，这是应该。毋过咱伫客家的宣告，我感觉咱会当搁加做一点嘛，咱会当搁加做一点嘛。所以我讲，咱是至亲啦，咱着三角扶持，咱着互相帮衬啦。我讲你是客家人，你讲我毋是啦。我讲是啦，你有一个听客家灵魂的心，你有一个客家心，你就是客家的家人了，你就是我们的家人了。为什么我讲咱欠客家福音的罪？为什么我讲咱欠客家宣告的罪咧？台湾基督教教会的宣告，咱平地教会有748间，咱的教会依然表748间，咱的原住民教会有531间，咱的教会依然表，咱的教会数拢总1279间，这是咱的教会数。伫咱的本地教会内底有包含客家的教会，咱来看。咱将花莲的凤林、台东的池上、屏东的内埔、德产、中立的东势，这些拢甲加落去，因为拢是算客家的地区的教会。客家中会有20间教会，加起来甲伊算40间了。好咧教会阁有708间，咱的原住民教会阁有531间。用咱台湾的族群的人口来看，咱欠客家宣告的债。咱用台湾族群人口的比例来看，咱欠客家宣告的债。咱来看，咱的人口统计，咱的台湾5个人内底有一个是客家人呢，咱有400万的客家人呢，占台湾的人口28%，是台湾的第2大族群。但是咱信主的人口只有6%，1,000个人只有6个尔，实在真哩少啦，那真哩少，因为咱伫客家宣告较晚开始，咱来看咱的教会，咱的客家中会、客家教会有20间教会，7星中会89间，台北中会99间，新竹53，台中78，嘉义75，台南85，这是咱的教会数。咱的客家中会20间教会啊，咱去看客家中会20间，寿山74，高雄66，
屏东42，彰化43，这是咱的教会数。咱想讲是安怎客家中会咱会真少教会呢？因为咱真慢用客家做族群、做主体中会性的宣告，咱真慢才开始，所以咱的教会数足少的。咱的中会设到几周年呢？7中会、台北中会，咱的中会是73周年啦。前阵阿美族中会，互咱一个邀请卡，请咱来参加。伊讲我们要庆祝91周年，91周年。阿美族中会毋是一个中会尔，阿美、西美、东美有3个中会呢。前阵台湾中会阁发一邀请卡，讲我们要庆祝60周年，请恁来参加。因甲我讲，阮无介久啦，花莲达鲁阁100周年啊，100周年。各位兄弟姊妹，客家中会16周年，16周年，因为咱对客家的宣告，用中会做主体性的宣告，只有16周年。咱正面开始，所以咱的教会真哩少啦，真的教会数真哩少。咱的中会宣告，咱的设教是几周年呢？咱的中会1930年，咱的高雄、台南、嘉义、台中区会同时升格做中会，设教94周年。寿山中会是对高雄中会分出来是50周年，彰化中会对台中中会分出来是53周年，客家中会是新的中会分出来16周年。所以咱就是只有以客家做主体，只有16周年啊。客家中会是一个16岁的少年家，各位兄弟姊妹。16岁少年家，大学还未读啦，还未大汉财嘛，无啥物财产啦，还未大汉财，还未无啥物财产。毋过你若甲伊栽培，互伊营养，甲伊训练，甲伊牵成，伊嘛会大汉嘞，伊会勇壮起来。有一天，诚做咱的瓦课。咱来看2222年，咱的经商会的明细，这是总会的资料吼，各中会的资料。咱的教会，少年教会每一档兄弟姊妹的奉献，就是咱教会一年的经商会收入啊。7中会全部的教会合起来的奉献，就是咱的中会经商会收入。这是各中会的经商会收入，这是总会的资料吼。我知你安尼看足花啦，因为字足细，字搁遐济吼，所以我甲你安尼甲咱看者吼，简单吼。咱的7中会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1名的中会，咱有3亿2千万咱的奉献，咱一当咱所有的教会倒数第4名，对后壁算的第4名是屏东中会1亿2千万啦，第3名对后壁算的第3名是彰化中会1亿600万啦。倒数第2名东部中会7500万，东部是花莲甲台东合起来叫做东部中会7500万。客家中会嘛是第1名，毋过是倒数第1名啦吼，3400万，差不多是咱7中会1/10。所以咱就知影客家中会伊的规模较细，是伊的经济较弱，但是嘛是无要紧啦，因为过去这客庄是草地啦，所以咯忙做啥免做啥啦，无钱嘛无要紧，咱宋乡人嘛是会过日去，所以咱就安尼较欠的就好啊。毋过咱即摆无共款啦，客庄组织的头子庙，客家中会教区过去是穷乡僻壤，即摆是欣欣向荣啦。过去咱会当忙做，即摆无做，真可惜啦，真可惜。头子庙房价地价节节高涨。过去风高野外的所在，即摆是众所瞩目，兵家必争。所有的教派拢要伫竹北设点、头子庙设点，含庙都要去起庙，因为这个所在发展甲永存已经无共款啦。兵家必争，毋是咱看到啦，大家拢看到啦吼。人口甲就业展望吼，咱来看一下。大台北人口减少了吼，全台湾人口都减少了。毋过新竹桃园的人口增加，桃园人口2222年增加19770人啊。全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科技园区房价居支撑，这是报纸这是新闻，我甲印起来哈。台湾3年人口生不如死啊！但是内政部人口统计，只有桃园、新竹、苗栗人口正成长。各位兄姊妹，是因为咱较够生嘛？咱新竹的人较够生囡仔嘛？毋是啦，是因为足侪这青壮人口去台积电上下游产业科学园区100个上下游产业，遐真侪工作机会去遐上班，去遐
徛起伫遐，因拢是高收入的人口，新兴的社区拢一直兴起，伫遐一直起来，所以无共款。今仔日我是咧甲咱讲，客家的所在，客家乡亲大趁钱，咱伫遐看到迄个前景，金钱的前景吗？要甲咱分享讲，咱着安怎大趁钱嘛？毋是，我要甲咱讲，这个所在已经甲过去无共款了，咱着爱去遐做宣教的工作，咱来为主伫客家。因为遐个所在教会足少的，过去是荒山野外啦。桃园青埔高铁、新竹高铁、台积电新竹科研系带动的规个社区拢总无共款了。咱来赶紧去做宣教的工作，因为咱遐足侪所在拢无教会，咱的教会无长老教会啦。咱敢有想象琼林伫竹北的厝边，迄土地是连做伙哦，连做伙厝边哦。琼林含一间长老教会都无。因为过去迄个草地但是即马已经无共款啦。宣教紧密锣鼓，桃竹苗空旷的所在，教会真哩少，各宗派抢先去插旗今仔日若无做，咱将来一定后悔。咱一定要为主赢得客家，赢得上帝国的产业。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不做，将来一定后悔9年来，中会支持，咱中会支持客家的教会伫新兴的社区做宣教工作。这些新兴社区都是兴起来了，新盖大楼兴起来了。我们的靠近的教会，我们都支持他们去这些社区做宣教工作。我们经费上全力支持他们呐。咱来看德胜教会，我们来看对。德胜教会做儿童的宣教客家美食班德胜是伫苗栗平安镇是桃园的平镇，底下做假日儿童营。咱的杨梅埔心做儿童欢乐美比谷，观音做社区老人关怀，苗栗的铜锣做社区老人关怀，竹东的关东桥做保健太极拳班，这些拢是中会支持的，底下做社区的宣教。9年来。客家中会开拓，伫苗栗桃园开拓德胜教会，即马已经独立做堂会伫桃园平镇开拓平安镇教会，今年我们又平安镇还没有独立，还在努力。今年我们开拓了琼林教会，琼林教会，我大多少讲，琼林到现在之前一间长老教会都无，咱即马开拓琼林教会伫8月初4咱伫8月初4，咱甲即间厝甲买起来这是透天的，咱甲买起来。咱过去咱开拓教会拢有租的，结果3档5档厝主就讲要起价，无讲我要收转来，安尼逐工拢足烦恼的。即摆甲买起来就对啊，咱隔壁的厝拢大趁，拢起价呢。咱即摆甲买出来，咱趁300万呢。不过咱买厝是为着要宣教，毋是要趁钱咱毋是要炒房，所以咱甲买起来是对的咱去年年底，咱签约1310万，透天2层，96平，足深经啦，足深经。咱伫遐做，搁甲装潢买足侪教会设备，牧师馆拢甲装用好势，咱搁开900万，有够贵的装潢，足贵的8月初4，咱就举行设立的献堂礼拜，咱嘛背负足侪房贷甲装修的费用，所以咱请咱为着这安尼来祈祷。这是开工礼拜的相片我有坐头前咱开工的时候的相片，对。我伫遮邀请咱伫客家的教会，咱的客家教会伫前线伫拍拼。我邀请咱大家来三甲支持，请你为着阮祈祷、祝福、支持。我伫遮嘛要邀请咱伫客家的宣教甲开拓建堂的时间。我邀请咱有一把电话是你点倒的，有一批饼是你邮册的，有一块砖仔角是你摕出来的。我搁讲一摆，我邀请咱伫客家的开拓甲宣教建堂的时间，有一拍电话是你点倒的，有一批饼是你邮册的，有一块砖仔角是你摕出来的，你奉献的。我邀请咱客家的教会伫新兴的社区，伫前线伫遐咧拍拼，你的心甲阮相甲行，你用你的感情甲意志来支持阮的宣教。各位兄弟姊妹，投资难得趁机会，天国的投资机会难得，客家灵魂的投资会当互咱行福音的者，会当互咱诚侪福音公司的股东呢。客家宣教中会20间教会啦，只有20间啦，伫宣教的时间顶面有所不足，所以邀请你三甲行，有你三甲扶持，阮就无孤单啦。
咱每一个人尽一分分的力开力，照上帝予咱的恩典、恩赐、能力，咱尽一分的开力，咱尽一点点的开力，咱三个来帮赞，咱的教会就起造起来啊！耶稣基督的听就传扬出去啊！咱尽咱一点点的开力，咱大家三个来努力，教会就起造起来。耶稣基督的听就传扬出去了。因为地方的繁荣甲展望，上帝予咱客家的所在，空前的宣告的契机，我邀请你来支持我。我讲咱的身体吼，人的身体吼，咱的教会吼，咱台北的教会，咱亲像人的头啦吼，咱是领袖；东南部的教会吼，咱像人的身躯啊吼，人的身躯头领袖最要紧，身躯嘛是爱最要紧。毋过我讲即个头祖庙的所在吼，咱的头祖庙，咱像人的心脏的所在呢，即地点咱像人的心脏，咱心脏来用，人才有力啦。所以我相信上帝的开力、圣事的开力，也照着咱头祖庙客家的所在宣告，要祝福咱全台湾的宣告。血浓于水啊！各位兄弟姐妹，400年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对，咱是社会，咱是共款。我常常讲吼，迄台语吼，甲客语、华语拢共款的，拢是台湾话，毋是外国。有的人甲客语当作外国话，我讲毋是啦，迄是台湾话吼。咱讲爱惜字哦，这是台语哦，爱惜字哦。爱惜伊哦，这是客语呢。吼，食饱无？吃饱无？是食饱无？安尼有成无？食饱无？吃饭无？吼，吃饭无？身体健康，身体康健呢，动欢喜，改欢喜，这是真欢喜呢。吼，细仔哥的是少年家呢。吼，细妹的，咱会晓讲迄句细妹的暗讲，小姐你足水的。细妹的，细囡的是囡仔呢，细囡的，安尼看就知啊。你看迄字，迄敢是英语吗？你看有啊，所以。客语毋是外国话呢，吼，咱足侪人拢感觉迄客语足困难，袂啦吼。按子说神梦里多谢，感谢多谢嘛是多谢啦。咱今仔讲，咱今仔中昼吼真澎湃，按澎湃呢，迄是台语，迄是客语哦。按澎湃呢，食了真澎湃，迄是台语。所以哦，希望咱大家拢来学客语。咱教会有客语团契呢，吼，咱就爱来参加客语团契吼，咱学客语吼，对。14年前，我视障里招商的事件来过身去哈，已经这么久了。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谢谢，甲大家多谢。已经14年啊，阮的家庭会当继续服侍主，这拢是上帝的恩典，也是各位兄弟姊妹对阮的爱护甲疼惜。我伫遮甲大家报告，我的查某囝吼，迄个迄个吼，迄姐姐啦吼，迄个旧年伫新学院毕业啊，伊即摆做传道师，伫客家的埔心教会做传道师，伊嘛是牧师娘，甲大家报告吼，对，多谢咱对阮的家庭的关心。视障走山的事件，互我的体会就是咱的人生足短，人生足短。但是咱互上帝使用的部分，要甲主三甲进入永生。各位兄弟姊妹，咱为着咱家己做足侪代志，为着咱的家庭拍拼，为着咱的事业拍拼，为着咱的身体锻炼身体，这拢真好。上帝嘛祝福互你，祝福互咱足侪这个世界的快乐甲丰富。毋过这会过去呢，时间会过去。圣经内底讲，那亲像风，风吹就散了。时间会过去，只有咱互上帝用的部分，要甲主三甲进入永生。各位兄弟姊妹，咱互上帝用的部分，是咱人生的精华呢。甲主三甲进入永生，你得把握机会啊！你是台湾人，请你关心台湾的宣告。你是客家，你有一个客家的心嘛？请你有份客家灵魂的得救。时间足宝贵的，这10几年来。我拢感觉我是真努力咧拍拼咧服侍，因为我感觉时间足宝贵。各位兄弟姊妹，你的时间嘛是足宝贵哦，你的时间嘛是足宝贵。我甲大家分享客家民谣哈，天空落水，天空那落水哦，阿妹啊，带到你嘛来到杭水边，杭水呀强又强。修来修去，
再跟大家分享两个爸爸，其实我是阮查某囝写的，因爸爸伫大学时就转去上帝遐，所以写这首歌是讲上帝这个爸爸一直照顾伊，到今仔日，所以写这首歌吼，伊作词作曲吼，我想甲大家分享。各位兄弟姊妹，咱中间嘛，足侪人无爸爸，毋过你毋通袂记，上帝这个爸爸搁咧照顾你呢。因为咱有共同这个爸爸，所以咱才是兄弟姊妹啦。所以我想这首歌有特别的意义，我甲大家分享吼。两个爸爸，我唱客语的就好了哈，唱客语就好啊。爱有相爱的阿爸，伊家在天堂，伊家在地上，伊家疼爱有了，伊家看顾挑前的路，阿爸的爱。阿爸的爱，用爱平爱中台。阿爸的爱，阿爸的爱，图爱勇敢向前。搁唱一条啦，搁唱一条好啦，搁唱一条。客家圣诗最后一首，身体健壮，体力强。客语圣诗最后一首，美浓的古调，我甲大家去唱一讲哈。美浓的古调，身体健壮，体力强。年头的气是我也梦，一旦发了飙了，成的是我。爱的心是否有神那盼？是错了家人心模糊，天上的真神哪有作证？才基督拉子主耶稣。求恁的救是否有本那种？安怎来祈祷？我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无论阮是何乐客家，还是原住民，我们手牵手，心连心，三个为台湾的宣教来上网来拍拼。主，阮也特别纪念伫客家的地区的宣教，求主你力上加力，运上加运。主，你也祝福阮每一位，阮所付出的，你加倍祝福。主，你的恩典，你的丰盛，到阮三个地带。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